嘛坐咧，坐下。这个是泡牛奶泡美露的。所以讲，这个浪芳嘛是有点心，有啊。你搁甲传点心啊？哎呀，啊，著美露啊，啉点水，啉迄个牛奶啊。啊，等下啉的爱写功课啊？无啊，按签啊啦。要上去安亲班？哎呀，啉咪著上安亲班写功课啊。女生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就是啊，长久阿嬷那样，给你载出载入吧，载来载去的，每天对不对？啊，韩斗后天也是这样载吗？对，是哦，那不就你们两个都要请那后衫？哦，那你有感受到阿嬷的辛苦吗？真的有？那你有甲阿嬷讲过多谢，还是讲？就说我爱你，就说我爱你这样。哦，阿哥，民生讲有甲你讲过伊爱你安尼？有啊。哎呦，哦，听到这句真正，啥物艰苦拢放袂记啊，